些基督信仰的一些基本的課題。上兩個禮拜我哋提到兩個重要嘅課題。上個星期我們提到了兩個重要的課題。第一個禮拜我哋提到話點解聖經係神嘅話語。第一個星期我們提到聖經是神的話語。第二個禮拜我哋提到話唯有一位真神。第二個星期我們提到是唯有一位真神。所以我哋建立咗呢啲基礎之後，所以我們建立了一些這樣的基礎。我哋今日嘅主題叫做唯一救主。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唯一救主。我哋嚟到思考點解耶穌基督係唯一嘅救主。我們來思考耶穌為什麼是唯一的救主。我哋經常都聽到一句話條條大路通羅馬，係咪？我們都常常聽到一些話說條條道路通羅馬。但係你行啲咩路，你就會通到去乜嘢嘅目的地。你走什麼路，你就到達什麼目的地。所以關鍵係視乎於你想要到達點樣嘅羅馬。關鍵就是你要想到達什麼樣的羅馬。同樣每一條嘅屬靈嘅道路都會通到唔同嘅目的地。同樣呢，每一條屬靈嘅道路也會通向不同的目的地。基督徒我哋嘅信仰係建立喺聖經上面。基督徒我們的信仰是建立在聖經上面的，唔係根據任何專家所講嘅話。不是根據任何專家所說的話。聖經嘅核心就係喺耶穌基督嘅身上。聖經的核心就在耶穌的身上。當我哋接受咗耶穌基督嘅時候，當我們接受耶穌基督的時候，我哋就解答咗人生嘅三大嘅問題。我們也解答了人生三大問題。我哋喺邊度嚟？我們從哪裡來？我哋要去邊度？我們去哪裡去？我哋人生嘅目的係為咗啲乜嘢？我們人生的目的是為了什麼？唯有耶穌能夠指導我哋行正確嘅方向。唯有耶穌可以指導我們走正確的方向。因為佢知道呢條路。因為他知道這條路。因為佢就係唯一嘅通道。因為他就是唯一的通道。所以盼望今日嘅信息能夠幫助我弟兄姊妹堅固我哋嘅信心。盼望今天的信息幫助我們兄弟姐妹堅固我們的信心，而幫助我哋在座當中嘅福音朋友能夠更加清楚真理嘅方向。也幫助我們在座福音朋友更加清楚這個福音的那個方法。首先我哋話到耶穌基督係唯一救恩嘅道路。首先我們說到耶穌是唯一的救恩的道路。耶穌佢自己喺約翰福音14章第6節講得好清楚。耶穌他自己在約翰福音的14章第6節說，佢就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藉著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記着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。呢句話係耶穌自己所講嘅。這話是耶穌他自己說的。意思就話耶穌唔係好多唔同嘅路嘅其中一條而已。說耶穌他不是很多不同的路的一條而已。佢係唯一嘅道路，它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嘅真理，唯一的真理，唯一嘅生命，唯一的生命。如果唔係透過耶穌嘅話，冇人能夠去到天父嗰度。如果不是透過耶穌，沒有人可以到天父那裡。意思就話，如果唔係透過耶穌嘅話，冇人能夠上天堂。意思說，不是透過耶穌，沒有人可以上天堂。點解呢？為什麼呢？我哋可以透過思考耶穌嘅身份嚟到理解。我們可以透過耶穌的身份去了解。耶穌佢有雙重嘅本質。耶穌他有雙重的本質。佢係100%嘅神。他是100%的神。同時當佢嚟到世上嘅時候，亦都係100%嘅人。當他來到世上時，他是100%的人。呢個真理對於我哋嘅得救係非常關鍵。這個真理對我們的得救非常關鍵。接住落嚟，我哋就理解其中嘅原因。接下來我們了解其中的原因。首先，我哋嚟到睇耶穌基督佢嘅神聖。首先，我們來看耶穌基督他的神聖。我哋嚟到思考幾個方面。我們思考幾個方面。喺福音書裏邊，在福音書裡面，耶穌展示咗唯有神先至擁有嘅一啲嘅本質。耶穌展示了唯有神才有的本質。首先，佢係全能嘅。首先，他是全能的。佢行神蹟。他行神蹟。佢醫病。他醫病。趕鬼。用5餅2魚餵飽咗5000人。用5餅2魚餵飽了5000人。透過行神蹟，佢表明咗唯有神先至有嘅屬性。他透過行神蹟，就表明了唯有神所有的神性。第二方面，耶穌佢有赦罪嘅權柄。耶穌他有赦罪的權柄。
喺馬可福音第2章在马可福音第2章，記載耶穌行神蹟醫好咗一個癱瘓嘅病人。记載了耶穌醫治那個癱子。耶穌對住嗰個病人講，耶穌對這個病人說，佢唔係話我醫好你啦，他不是說我醫好你了，佢乃係話我赦免咗你嘅罪。他說我赦免了你的罪。耶穌喺第10節解釋點解佢咁樣講。耶穌他在第10節解釋為什麼這麼說。佢話：但是要叫你們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。但要叫你們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。人子就係耶穌，佢喺福音書一個常用嘅自稱。人子就是耶穌在福音書上常用的一個稱呼。佢對嗰個癱瘓嗰人話：我赦免咗你嘅罪。他對一個癱瘓的人說：我赦免了你的罪。所有嘅罪最終都係得罪神。所有的罪最終都是得罪神。因此唯有被冒犯嘅神先至可以施行赦免。因此呢，是被冒犯的神才有權去赦免。耶穌透過呢個神蹟，耶穌透過這個神蹟嚟宣告話佢有赦免罪嘅權柄。來宣告他有赦罪的權柄。第三方面，第三方面，耶穌佢係無所不知。耶穌他是無所不知的。當佢行呢個神蹟嘅時候，當他行這個神蹟的時候，在場有啲嘅宗教領袖，在場有些宗教的領袖，佢哋心裏邊有啲唔舒服，他們心裡面很不舒服。佢哋心裏邊指責耶穌，他心裡面指責耶穌，怪耶穌妄稱神嘅名，怪耶穌妄稱神的名，因為佢哋知道唯有神先至可以施行赦免。因為他們知道唯有神才可以施行赦罪的權柄。因此，當耶穌話赦免咗呢個人嘅時候，佢就冒認神嘅名。因此呢，當耶穌說赦免他的罪，他就冒用了神的名。耶穌佢喺心裏邊知道呢啲人諗緊啲乜嘢。耶穌他在心裡面知道這些人他心裡面想什麼。佢喺第8節講，他在第8節是這樣說：佢話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裏這樣議論。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裡這樣議論。所以耶穌連人心裏面諗緊啲乜嘢，佢都知道。耶穌呢，他連人們心裡面想什麼，他也清楚。第4方面，第4方面，耶穌佢係無罪嘅，耶穌他是無罪的，因為佢係神，因為他是神，佢係聖潔嘅真神，他是聖潔的真神，所以佢冇罪，所以他無罪，佢亦都唔會去犯罪。他也不會去犯罪。但係當我哋將我哋嘅罪向佢承認嘅時候，但當我們將我們的罪向他承認的時候，耶穌能夠赦免我哋嘅罪。耶穌他能夠赦免我們的罪。第5方面，第5方面，耶穌佢勝過死亡。耶穌他勝過死亡。佢死喺十字架之後3日復活。他死在十字架上呢，3天後復活。使徒行傳2章24節咁樣講。使徒行傳第2章24是這樣說的。佢話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，叫他復活，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神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，叫他復活，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呢度解釋嘅意思即係釋放咁解。解釋的意思就是釋放。如果耶穌佢釘喺十字架之後冇復活嘅話，如果耶穌被釘十字上沒有復活的話，佢同你我一樣，只不過係一個人。他跟我們一樣都是個人。但係因為耶穌佢係神，但是因為耶穌他是個神，佢死咗之後復活。他死了之後可以復活。另外一方面，另外一個方面，耶穌嘅復活保證所有相信佢嘅人以後都會復活。耶穌復活之後就保證所有相信的人死後也可以復活。聖經話耶穌會再來，聖經說耶穌也會再來，會審判呢個世界，他會審判這個世界，然之後將所有屬佢嘅人從死裏復活，然後將所有屬於他的人來從死裡面復活，然之後帶領所有屬佢嘅人回天國，然後再帶領所有屬他人回到天國。所以神俾到我呢個非常榮耀嘅盼望。所以神呢給了我們這個很榮耀的盼望。以上嘅5點就證明咗耶穌基督佢嘅神聖。以上的5點就證明了耶穌基督的神聖。但係耶穌佢唔單止彰顯佢嘅神聖，但是耶穌不光是彰顯他的神聖。當佢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，當他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，同時佢展示咗佢嘅人性。
同時展示了他的人性。我哋嚟到睇幾方面嘅事實。我們來看幾個方面的事實。首先，耶穌佢有一個真實嘅身體。首先，耶穌他有一個真實的身體。當佢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，當他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，同你我一樣有一個真實嘅身體，跟你我一樣都有一個真實的身體。所以佢有人嘅需要，他有人的需要，需要食飯，需要飲水，是要吃飯喝水，佢會覺得攰，需要休息。累了要休息。呢啲都係人生存嘅基本需要。這些都是人生存所基本的需要。第二方面，第二方面，佢亦都有真實嘅情感。他有真實的情感。耶穌佢會感到喜樂，耶穌他感到喜樂，會發嬲，會生氣，會有憂傷，會憂傷，甚至佢會有害怕。甚至他也有害怕。第三方面，第三方面，耶穌佢承受咗真實嘅痛苦同埋死亡。他承受了真實的痛苦和死亡。佢上十字架嘅時候，他上十字架的時候，當呢個鞭打落去嘅時候，當那鞭子打他的時候，佢真係覺得痛㗎。他真的會感覺到痛。佢所流嘅血，他所流的血，同你我嘅血係一模一樣。跟你我的血是一樣的。同樣佢死喺十字架嘅時候，同樣他死在十字架的時候，係真係嘅斷氣。真的是斷了氣。咁我哋問一個問題：我們問一個問題，耶穌佢點解要嚟到呢個世界？耶穌他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界？點解佢要經歷呢一切嘅事情？為什麼他要經歷這一切的事情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、其中一個的原因是，佢要嚟認同我哋人嘅本質。他來認同我們人的本質。我哋可以睇希伯來書2章14節。我們看希伯來書2章14節，呢度話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，他指到耶穌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，特要藉着死敗壞那掌死權的，就是魔鬼。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，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，特要藉着死敗壞那掌死權的，就是魔鬼。耶穌必須要成為人，耶穌他必須要成為人，先至可以救世界上面所有嘅人。才可以救世上所有的人。講難聽一啲，說難聽一點的話，一命填多命。一個命救多命。希伯來書嘅作者喺呢封書信裏邊，希伯來書的作者在這封書信裡面，佢亦都比較耶穌嘅死同埋舊約獻動物為祭。他比較了耶穌的死和舊約裡面動物的獻祭。獻動物為祭只能夠暫時遮蓋人嘅罪，獻動物為祭只能暫時的遮蓋人的罪。但係耶穌嘅死能夠一次永遠嚟到去赦罪。但是耶穌的死可以一次性永遠的赦免的罪。所以耶穌佢成為人係要認同我哋嘅本質。耶穌成為人就是要認同我們人的本質。第二方面，耶穌成為人係嚟到體恤我哋嘅軟弱。第二，耶穌成為人是要體恤我們人的軟弱。我哋可以睇希伯來書4章15、16節。我們看希伯來書4章15節到16節。作者話：因我們的大祭司就係指到耶穌，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，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，與我們一樣，只是他沒有犯罪。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，為要得憐恤，蒙恩惠，作隨時嘅幫助。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，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，與我們一樣，只是他沒有犯罪。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，為要得憐恤，蒙恩惠，做隨時的幫助。因為耶穌曾經成為人，因為耶穌曾經成為人，佢能夠完全體會我哋人嘅軟弱。他可以完全體會人的軟弱。但除此之外，除此之外，耶穌亦都有能力幫助我哋勝過一切嘅困難。耶穌也有能力幫助我們勝過一切的困難。我哋可以諗就好似一個好朋友咁樣。我們可以想象是像一個好朋友一樣。如果佢曾經經歷過你正在經歷嘅問題嘅話，如果他曾經經歷過你曾經經歷過的問題的話，佢能夠完完全全嘅明白你嘅處境，他就完全明白你的處境。當佢俾你建議嘅時候，你亦都會相信佢。當他給你建議的時候，你也會相信他。譬如話佢曾經生過同樣嘅病，
比如說他得同樣的病，或者佢嘅車曾經亦都同樣咁樣壞過，他的車也同樣壞過，或者佢曾經喺閣樓嗰度有動物走嚟走去，也是像我們閣樓裡面有動物，所以你可以相信佢俾你嘅建議，因為佢曾經經歷過同樣嘅情形。所以你可以相信他的建議，因為他曾經跟你一樣有過相同的經歷。同樣，我哋可以將我哋嘅困難交俾主，同樣，我們可以將我們的困難交給主，因為佢曾經經歷過我哋正在經歷嘅事情。因為他曾經經歷過我們曾經經歷過的事情。當我哋向主祈禱嘅時候，當我們向主祈禱的時候，佢聽我哋嘅祈禱，他聽我們的祈禱，佢明白我哋嘅需要，他明白我們的需要，佢亦都按照佢嘅方式，按照佢嘅時間嚟到去俾到我哋幫助。他也按照他的方式和他的時間給我們幫助。因此，耶穌係通往救恩嘅唯一道路。因此呢，耶穌是通往救恩的唯一的道路。但係唔單止係咁樣，不單是這樣，同樣耶穌係一個賜福嘅途徑。耶穌也是個賜福的途徑。透過耶穌，神俾到我哋好多嘅祝福。透過耶穌，神給我們很多的祝福。我哋嚟到睇幾方面。我們來看幾個方面。首先喺耶穌裏邊，我哋神免除咗我哋罪嘅刑罰。首先，在耶穌裏面，神他免除了我們罪的刑罰。我哋睇一段基督徒應該好熟悉嘅經文。我們來看基督徒很熟悉的經文。就算非基督徒，可能都好熟悉嘅經文。雖然呢，非基督徒他們也很熟悉的經文。約翰福音3章16節。約翰福音3章16節。識唔識背啊？會唔會背？基督徒都應該識背呢段經文嚇。基督徒可能都會背這個經文。我哋一齊背廣東話、普通話都可以嚇。廣東話、普通話一起來。嚟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呢度好多人偷雞睇住個熒光幕嘅。有沒有人看題目的？回家要試着背哦。翻給背哦。用呢一段經文，你就可以去傳福音。用這一段經文，你就可以去傳福音。呢度話耶穌除去咗我哋罪嘅刑罰。這裡說耶穌除去了我們罪的刑罰。當我哋接受佢嘅時候，當我們接受他的時候，我哋就得到赦免，我們就得到了赦免，我哋就得到永生，我們就得到了永生。呢個結果係立時嘅，這個結果是立刻的，但係呢個效果係維持到永遠嘅。但這個效果是永遠的。感謝神，感謝神。有時候我哋就算信咗耶穌之後，我哋都會擔心。有時候我們信了耶穌之後，也有時會擔心。哎呀，下次如果我哋犯咗咩差錯嘅話，神會唔會一腳將我哋踢出家門啊？下次我們犯了什麼錯的話，耶穌會把我們一腳就踢開。會唔會啊？會不會？唔會。不會。因為救恩唔係靠着我哋嘅好行為嚟到獲得。因為救恩不是靠着我們好的行為來獲得。救恩亦都唔會因為我哋嘅壞行為嚟失去。救恩也不會因為我們的壞的行為而失去。耶穌基督俾到我哋有呢個保證。耶穌基督給了我們這個保證。約翰福音10章28節。約翰福音10章28節。佢話：我又賜給他們永生，他們永不滅亡，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。我又賜給他們永生，叫他們永不滅亡，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。因此當我哋一旦得救之後，我哋就係永遠得救。當我們一旦得救，我們就永遠得救。當我哋相信耶穌之後，當我們相信耶穌的時候，當我哋相信耶穌嘅嗰一刻，當我們相信耶穌的那一刻，佢就將我哋所有嘅罪都洗乾淨。他會將我們所有的罪都洗乾淨。唔止係過去嘅罪，不光是過去的罪，家下嘅罪，現在的罪，甚至將來嘅罪，甚至是將來的罪，通通一筆勾銷。通通一筆勾銷。喺神嘅眼中，信耶穌嘅人係潔淨嘅。在耶穌的眼裡面，信耶穌的是潔淨的。佢稱呼我哋係聖徒。他稱呼我們是聖徒。雖然可能你屋企人唔會咁樣認為，雖然你們家裡的人可能不是這樣認為，但係喺神嘅眼中睇嚟，你係一個聖徒。在神的眼中，你就是個聖徒。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將你所有嘅罪都洗乾淨。因為耶穌將你所有的罪都洗乾淨。因為如果當我哋信咗耶穌之後，我哋仍然係罪人嘅話，因為如果我們信了耶穌，仍然是罪人的話，請問當我哋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，會去邊度啊？
請問我們離開世界會去哪裡？如果你信咗耶穌，仍然係罪人嘅話，你離開呢個世界會去邊度？如果你信了耶穌，現在還是罪人，那你死了之後去哪裡？如果你心裏面冇呢個把握嘅話，如果心裡面沒有這個把握，可以再次向耶穌嚟認罪，可以再次向耶穌認罪，憑單純嘅信心接受佢到你嘅心中，憑單純的信心來接受耶穌，接受佢成為你嘅救主，接受他成為你的救主，接受佢成為你生命嘅主宰。接受他成為你生命的主宰。下次當你有疑惑嘅時候，下次當你有疑惑的時候，你可以回想十字架嘅救恩。你可以回想十字架上的救恩。耶穌釘十字架已經赦免咗我哋一切嘅罪，耶穌他在十字架上已經赦免了我們的罪，係完完全全嘅洗乾淨。是完完全全的洗乾淨。因此我哋心中常常要為到耶穌嘅犧牲嚟到感謝佢。因此我們要常常為了耶穌的犧牲來感謝他。雖然我哋得救咗之後，雖然我們得救了之後，耶穌已經免除咗罪嘅刑罰，耶穌已經免除了罪的刑罰，但係我哋下次犯罪嘅時候，神仍然可能會管教我哋。但我們下次犯罪的時候，耶穌仍然可能要管教我們。咁就解釋咗其中一個常見嘅問題。就解釋了一個常見的問題。有人可能會諗：哎呀，基督徒既然唔會落地獄嘅話，如果一個人說基督徒反正不會下地獄，咁啊信咗耶穌之後係咪可以為所欲為啊？那我信了耶穌想幹啥就幹啥。No，當然唔係啦。當然不是。濫用救恩嘅人其實唔明白救恩。濫用救恩的人就是不明白救恩。神經俾到我哋愛，應該唔係話成為我哋犯罪嘅藉口。神給了我們的愛，不是給我們犯罪的借口。神嘅愛應該係激勵我哋更加喺新生命當中不斷嘅成長。神給我們的愛是激勵我們在新生命中不斷的成長。耶穌基督免除咗我哋罪嘅刑罰。耶穌基督免除了我們罪的刑罰。另外一方面，佢都幫助我哋脫離咗罪嘅權柄。他也幫助我們脫離罪的權柄。雖然基督徒唔會下落地獄，雖然基督徒不會下地獄，但係我哋仍然會喺罪當中掙扎。但是我們仍然還會在罪當中掙扎。點解呢？為什麼？因為我哋仍然活喺呢個敗壞嘅世界。因為仍然活在這個敗壞的世界。我哋仍然活喺呢個有限嘅身體裏邊。因為我們仍然活在個有限的身體裡面。魔鬼撒旦會繼續不斷嘅用唔同嘅試探嚟到引誘我哋犯罪。魔鬼撒旦呢，仍然會用不同的途徑來引誘我們。因此，我哋絕對能夠認同保羅佢嘅分享。我們絕對可以要認同保羅他的分享。佢喺羅馬書7章18、19節講到佢自己嘅掙扎。他在羅馬書7章18到19裡面講到他的掙扎。佢話：我也知道，在我裏頭，就是在我肉體之中，沒有良善，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願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願意的惡，我倒去做。我也知道，在我裡頭，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，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。我哋聽到保羅咁講嘅時候，我哋心裏邊應該話阿門。我聽着保羅這說的阿門。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咁樣。因為每個人都是這樣。唔應該做嘅事情偏去做。不應該做的事情，我們偏偏去做。神認為應該去做嘅時候，我哋反而唔做。神認為我們應該去做的事情，我們反而不去做。因此，如果靠着我哋自己嘅力量嚟到去面對試探嘅話，就注定會失敗。因此呢，靠着我們的力量來去面對試探，我們注定要失敗。但係神俾到我哋有好消息。當然，神給了我們好消息。當我哋接受耶穌嘅呢一刻，當我們接受耶穌這一刻，聖靈就住喺我哋心裏邊。聖靈就住在我們的心中。當我哋順服聖靈嘅時候，當我們順服聖靈的時候，聖靈就幫助我哋嚟到勝過試探。聖靈會幫助我們勝過試探。羅馬書6章13節咁樣講。羅馬書6章13節這樣說。保羅話：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，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，將自己獻給神，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。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，作為不義的器具，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，將自己獻給神，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。
呢段經文裏邊一個關鍵嘅用詞就係獻給。这个经文关鍵的詞就是獻給。當我哋將自己獻俾神或者獻俾魔鬼嘅時候，就會有截然不同嘅結果。當我們將自己獻給神或者獻給魔鬼的時候，就有不同的結果。因此，雖然耶穌已經救咗我哋，因此呢，雖然耶穌已經救了我們，我哋要決定嚟到信服耶穌。我們要來決定是我們是信服耶穌。喺得救之前，在得救之前，我哋係罪嘅奴僕。我們是罪的奴僕。當我哋信咗主之後，當我們信了主之後，我哋係耶穌基督嘅奴僕。我們是耶穌基督的奴僕。哦，原來我哋信主之前、信主之後，從來都冇自由嘅。原來我們信主之前之後都沒有自由。視乎我哋認邊個人係我哋嘅主人。就視乎我們認誰做我們的主人。我哋都思考3個屬靈嘅階段。我們來思考3個屬靈的階段。喺信主之前，我哋係不能不犯罪。在信主之前，我們是不能不犯罪。意思就係話，我哋冇能力嚟到勝過試探。意思就是說，我們沒有能力來勝過試探。當試探嚟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自然犯罪。當試探來嘅時候，我們就自然去犯罪了。呢個係我哋信主之前嘅光景。這是我們信主之前的光景。但係當我哋去到天堂嘅時候，當我們到天堂嘅時候，我哋係不能犯罪。我們是不能犯罪，因為天堂係冇罪嘅。因為天堂是沒有罪的。我哋已經到時候，我哋就會失去咗犯罪嘅本能。到時候我們就失去了犯罪的本能。一個係之前，一個係之後。這個是之前和之後。咁我哋仍然活喺世間嘅時候係點樣情況啊？那我們仍然活在世間是什麼樣的情況？基督徒係可以能不犯罪。基督是我們能不犯罪。當我哋依靠主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選擇嚟到唔犯罪。當我們依靠主嘅時候，我們基督徒可以選擇不犯罪。呢個本質係非基督徒冇嘅。這個本質是非基督徒沒有的。當我哋信咗主之後，當我們信主之後，當我哋選擇依靠神嘅時候，當我們選擇依靠神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選擇唔犯罪。我們可以選擇不犯罪。雖然我哋今生唔會唔犯罪，雖然我們今生不可能不犯罪，但係我哋可以靠着主少犯罪。但我們可以靠着主少犯罪。我哋嘅得救只不過係我哋新生命嘅起步點。我們的得救只不過是我們新生命的起步。成聖乃係一生嘅功夫。成聖是一生的功夫。當我哋跌倒越多嘅時候，當我們跌倒越多，我哋應該越嚟越謙卑。我們會越來越謙卑，因為我哋明白靠自己係唔掂嘅。因為我們明白靠自己是萬萬不行的。但係當我哋依靠神嘅時候，佢時刻與我哋同在。但如果我們依靠神，他是時刻與我們同在。佢喺我哋嘅身邊，他在我們旁邊，佢喺我哋嘅心裏邊，他在我們心裡面加添我哋嘅力量，加添我們的力量，使到我哋能夠脫離罪嘅權柄，使我們能夠脫離罪的權柄。但係耶穌基督嘅拯救唔止係脫離咗，使到我哋脫離罪。但耶穌的拯救不光是使我們脫離罪的拯救，耶穌亦都同我哋建立永恆嘅關係。耶穌也跟我們建立永恆的關係。因此我哋可以喺每一日嘅生活當中享受神嘅同在。因此我們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中享受與神的同在。請問大家一個好簡單嘅問題。請問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問題。信咗主嘅弟兄姊妹，信了主的兄弟姐妹們，請問永生係幾時開始嘅？請問永生是什麼時候開始？上咗天堂之後，是上天堂之後。你幾時信耶穌，你嘅永生就喺嗰一刻開始。你什麼時候信耶穌，你永生就從什麼時候開始？仲記得約翰福音3章16節吧？約翰福音3章16節。凡信耶穌嘅人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凡信耶穌基督的人不得滅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睇英文嘅文法就好清楚。看英文的文化就喺你信主呢一刻，你嘅永生就開始。就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刻，你的永生就開始了。因此，上天堂係救恩嘅最終結果。因此呢，上天堂是救恩最終的結果。上天堂唔應該係我哋信主唯一嘅原因。
上天堂不应該是我們信主唯一的原因，否則你信咗耶穌之後，你就坐喺度等上天堂嘅話，你就浪費咗好多時間啦。否則你信主耶穌的時候，你就等着上天堂，你就浪費了很多的時間，失去咗神好多嘅祝福。也失去了神很多的祝福。但係如果我哋想經歷神嘅祝福，但如果我們想經歷神的祝福，我哋必須要同主建立一個穩定嘅關係。我們必須要跟主建立一個很穩定的關係。耶穌佢喺約翰福音15章5節咁樣形容，耶穌在約翰福音15章第5節這樣說：佢話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，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就不能作什麼。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藏在我裡面的，我也藏在他裡面。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當一條樹枝接喺一棵樹上面嘅時候，當一個樹枝接在樹上的時候，如果呢個樹枝不繼續生長，如果這樹枝繼續生長，仲開花結果嘅話，再開花結果，就證明呢個連接係成功嘅連接。證明這個連接是成功的連接。同樣，當我哋基督徒常在主裏面嘅時候，同樣，當我們基督徒常在主裡面的時候，我哋就會結果子，我們就會結果子，表示我哋同主有一個緊密嘅聯繫。表示我們跟主有個緊密的聯繫。但係我哋有一啲基本功夫，我哋需要每一日都要做。但有些基本的功夫需要我們每天都要去做。讀經祈禱，讀經祈禱，經常同弟兄姊妹有緊密嘅關聯，經常跟弟兄姐妹有個緊密的關係。喺生活上面將真理活出嚟。在生活當中將真理活出來。如果我哋同主有一個緊密關聯嘅話，如果我們跟主有個緊密的關聯的話，我哋就會有一個活潑嘅生命，我們就會有一個活潑的生命，我哋就能夠結出果子，我們就可以結出果子，我哋就能夠同神有一個緊密嘅聯繫。我們就可以跟神有個緊密的聯繫。但係神唔係一直唔係喺我哋背後一直及住我哋嗰個人，但神不是在我們背後一直盯着我們，一直睇住我哋。哎呀，你幾時跌倒？他不是說看着你什麼時候跌倒，然之後就懲罰我哋。什麼時候就懲罰你。神乃係時刻幫助我哋嘅主。神是時刻幫助我們的主。希伯來書13章第5節講，希伯來書13章第5節說，神自己保證話：我總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神保證說：我總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請問幾時候我哋需要主啊？請問什麼時候我們需要主？隨時都需要主。隨時都需要主。當你面對經濟困難嘅時候，我哋會覺得好無助。當我們面臨經濟困難的時候，我們覺得很無助。當我哋就嚟要接受手術嘅時候，好似兩位一位弟兄一位姊妹，我哋有時候都會怕。當我們要接受手術的時候，我們可能心裡都會很害怕。或者當你開始一份新工作嘅時候，你可能覺得孤單。當我們開始一個新的工作的時候，我們也可以覺得很孤單。但神向我哋保證話：我總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但神向我們保證說：我總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神時刻與我哋同在。神時刻與我們同在。因此當我哋將我哋嘅問題透過祈禱交俾佢嘅時候，因此呢，當我們將我們的問題通過祈禱交給神的時候，神會幫助我哋。神會幫助我們。可能佢會佢提醒我哋過去佢點樣嚟到應允我哋嘅祈禱。他可能提醒你他過去是什麼應允你的祈禱，或者提醒我哋神嘅屬性，或者是提醒我們神的屬性，提醒我哋關於佢嘅一啲嘅應許，提醒關於他的一些應許。如此我哋就得到鼓勵。如此我們就得到鼓勵，我哋心裏面就有平安。我們的心裡面就會有平安。好多時候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，很多時候當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，我哋所需要嘅唔係更多嘅力量，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力量，唔係更多嘅金錢，不是更多的金錢，或者更多嘅建議，或者是更多的建議。但係我哋需要神保證與我哋同在。我們需要神保證與我們同在。救恩係關乎於我哋每一日與主同行。救恩是關乎我們每天與主同行。因此，如果我哋喺今生享受神嘅同在嘅時候，因此我們在今生以享受與主同在的時候，我哋就會渴望喺永恆裏邊時刻嘅與主同在。我們渴望來世在與主同在。
喺耶穌基督裏邊，我哋可以享受神嘅同在，在耶穌基督里面，我們可以享受一種同在，同時我哋可以享受神嘅供應。同時我們可以享受神的供應。耶穌喺約翰福音10章10節咁樣答應我哋。耶穌在約翰福音10章第10節這樣答應我們。佢話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豐盛。聖經常常用羊嚟比喻人，聖經常常用羊來比喻人。所以耶穌嘅意思就話佢要賜俾所有相信嘅人豐盛嘅生命。意思是說，耶穌要賜給所有人更豐盛的生命。呢個豐盛唔係指數量，乃係指質量。這豐盛呢，不光是指數量，更指質量。不是指數量，乃是指質量。唔係講數量啊，講質量。所以唔理我哋擁有嘅係多或者少，我哋都能夠知足。不管我們擁有多還是少，都應該知足。因為我哋知道我哋所擁有嘅一切都係從神而嚟。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從神而來。好，我哋可以嚟到思考一下幾方面神嘅供應。我們可以來思考一下幾個方面神的供應。第一，最基本嘅就係我哋身體上面供應。第一，最基本的就是我們身體上的供應。我哋都需要食飯，需要吃飯，需要做嘢，要工作，需要有收入，需要有收入，需要有一個住嘅地方，需要一個住房，需要保持身體嘅健康。需要保持身體的健康。呢一切身體上面嘅供應，神都供應。這些身體上的供應，神都會供應。第二方面，我哋仲有情感嘅需要。我們有情感上的需要。彼得前書5章7節咁樣講。彼得前書嘅5章第7節。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，因為他顧念你們。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，因為他顧念你們。耶穌就係我哋一個最忠心嘅朋友。耶穌就是他我們最忠心的朋友。當我哋向佢祈禱嘅時候，佢就會嚟到我哋嘅面前。當我們向他祈禱的時候，他就會來到我們面前。第三方面，耶穌亦都賜俾我哋聰明智慧。耶穌也賜給我們聰明智慧。雅各書1章5節。雅各書1章第5節。呢度話：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，應當求那厚賜予眾人，也不斥責人的神，主就必賜給他。你們中間若有缺乏智慧的，應當求那厚賜予眾人，也不斥責人的神，主就必賜給他。所以當我哋向神求智慧嘅時候，佢就會賜俾我哋智慧。當我們向神求智慧的時候，他會賜給我們智慧。佢絕對唔會鬧我哋話。他絕對不會罵我們說：哎呀，點解你又嚟揾我啊？為什麼你又來找我啊？任何時間我哋需要智慧，我哋都可以向神求智慧。任何時候我們需要智慧，都可以向神來求智慧。請問你幾時需要智慧啊？請問你什麼時候需要智慧 ？Anytime。什麼時候？任何時候。任何時候。作為家長，當我哋教細路仔嘅時候，你需要智慧。作為家長，我們教育小孩子嘅時候，我們需要智慧。或者我哋面對一個好難討好嘅上司嘅時候，我哋亦都需要有智慧。當我們面對一個很挑剔嘅上司嘅時候，我們也需要智慧。或者你喺工作場所面對其他嘅挑戰嘅時候，你亦都需要智慧。當我們在工作時候面臨很多嘅挑戰嘅時候，我們需要智慧。我每個禮拜準備講章嘅時候，我亦都需要智慧。牧師每個星期準備嘅講章嘅時候，也需要智慧。經常同一日可能幾次嘅求神賜智慧。有時候經常每天幾次向神來求智慧。因此，如果神唔將佢嘅信息先話俾我聽嘅話，我禮拜日可能就冇嘢講啦。因此呢，神如果事先將那個信息傳給我的話，我可能星期天沒有什麼話可以講。感謝神，感謝神。第四方面，神亦都俾到我哋屬靈方面嘅需要。第四，神也會給到我們屬靈方面的需要。彼得後書1章3節。彼得後書的1章3節。神能以將一切關乎生命和田徑的事賜給我們，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。神能以將一切關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賜給我們，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。呢度所講嘅一切包括一切。這裡說的一切就是包括一切。
包括我哋需要活出嘅聖潔，包括我们所需要活出的聖潔，我哋嘅信心，我們的信心，亦都包括其他嘅神嘅恩惠。也包括其他神的恩惠。當我哋面對試探嘅時候，神會賜俾我哋力量。當我們面對試探的時候，神會賜給我們力量。當我哋心裏有疑惑嘅時候，神賜俾我哋有勇氣。當我們心裡面有疑惑的時候，神會賜給我們勇氣。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，神賜俾我哋有忍耐嘅心。當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，神會賜給我們忍耐的心。因此，神嘅供應包括我哋生命所需要嘅一切。因此，神的供應包括我們生命所需要的一切。身體嘅需要，身體的需要，情感嘅需要，情感的需要，智慧嘅需要，智慧的需要，屬靈嘅需要。屬靈的需要。廣東話叫做冚唪唥啊！普通話說一切一切，所有的，所有是吧？所有，就係全部。就是全部。感謝神嘅供應。感謝神的供應。因此，我哋今日嘅信息當中，因此，我們今天的信息，我哋提到耶穌係唯一嘅道路。我們提到耶穌是唯一的道路。耶穌亦都係唯一賜福嘅途徑。耶穌也是唯一賜福的途徑。耶穌基督帶領我哋離開黑暗。耶穌帶領我們離開黑暗。耶穌帶領我哋走人生嘅道路。耶穌帶領我們走人生的道路。耶穌亦都會迎接我哋返天家。耶穌他也會迎接我們回天家。因此，耶穌基督賜俾我哋今日嘅需要。耶穌基督賜給我們今天的需要。亦都賜俾我哋永恆嘅盼望。也賜給我們永恆的盼望。當我哋安息喺主嘅裏邊嘅時候，當我們安息在主懷裡，我哋就能夠享受主所賜嘅平安。我們就可以享受主所賜的平安。呢份平安能夠幫助我哋經歷人生嘅風浪。這份平安就可以幫助我們經歷人生的風浪。亦都喺前途未明嘅時候，幫助我哋唔會害怕。也幫助我們在前途未明的時候不會害怕。因此，弟兄姊妹，因此弟兄姐妹們，我哋應該將生命嘅錨緊緊嘅揸緊喺神主嘅裏邊。生命的錨啊，我們要將生命的錨牢牢地交給到主裡面。主嘅應許能夠幫助我哋有安全感。主的應許可以幫助我們有安全感。我哋中間嘅福音朋友，我們中間的福音朋友，如果你仍然未信主嘅話，如果你仍然沒有信主，鼓勵你嚟到佢主嘅面前，鼓勵你來到主的面前。唯有耶穌基督能夠賜俾你真正嘅安息。唯有主耶穌賜給你真正的安息，讓你知道你嘅罪已經得到赦免，讓你知道你的罪已經得到赦免，讓你知道你已經得到一份新嘅生命，你已經得到一個新的生命，讓你知道你可以喺今生就享受與神同在嘅光景，讓你知道在今生就可以享受與主同在的光明。感謝耶穌賜俾我哋好多嘅祝福，感謝主賜給我們很多的祝福。請我哋一同低頭嚟到佢面前嚟到祈禱。我們一起低頭禱告。主耶穌，我哋感謝讚美你，你係賜福嘅主，你係呢條唯一嘅道路，能夠帶領我哋經歷今生嘅困難，能夠帶領我哋離開呢個世界之後翻返去天家。懇求神時刻嘅提醒我哋中間嘅弟兄姊妹，當我哋已經相信你嘅時候，我哋要緊密嘅與你同行。如此，我哋先至能夠體會你嘅同在；如此，我哋先至能夠感受到你嘅幫助。我哋係面對試探、面對困難、面對任何嘅風浪，我哋都能夠靠主得以安穩。同時，主懇求你向着每一個慕道嘅朋友嚟到説話，使到佢哋知道耶穌基督係唯一嘅拯救。使到佢哋知道，耶穌基督係唯一能夠赦免佢哋嘅罪嘅呢位主。求神你打開佢哋嘅心，幫助佢哋嚟到謙卑自己，交出佢哋嘅罪，憑信心接受你成為佢哋嘅個人嘅救主、生命嘅主宰。如此，佢哋就能夠同我哋弟兄姊妹一樣，一同嚟到享受、領受神你嘅祝福。主啊，我們感謝讚美你。你是那條唯一的道路，你是真理的源頭，你能夠帶領我們離開黑暗，帶領我們行走這條人生的道路。無論我們在世上經歷什麼樣的困難，
你都與我們同在。因此主，孩子懇求你，向着我們每一位弟兄姐妹來說話，讓他們知道主，你就是他們生命的主宰。當他們倚靠你，以信心仰望你的時候，他們就能夠勝過試探，勝過不同的困難。唯有你能夠賜給我們有平安。同樣懇求神，你向我們在座當中所有的福音朋友來說話，讓他們知道唯有主，你是唯一的救主，唯有你能夠赦免我們的罪，唯有你能夠賜給我們永生，唯有你能夠迎接我們回天家。因此懇求神，你謙卑他們的心，讓他們願意把他們的罪交上給你，憑着信心接受你成為他們的救主，生命的主宰。如此他就能夠跟我們弟兄姐妹一樣，在生命當中來經歷你的豐盛，來經歷你的平安。懇求神聽我們這樣子的禱告祈求，感恩，奉靠救主耶穌基督你的聖名，聽我哋咁樣嘅祈禱感恩，奉靠救主耶穌基督你嘅聖名。Amen。